而家係中龍混合邀請賽嘅周大福杯決賽啊！第一線呢，我哋就有可豐中學校友會；第二線係永隆銀行；第三線係香港護士協會；第四線係周大福；第五線係奇異恩典；第六線係沙田青年商會、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成員；第七線係偉易達集團；第八線係萊斯物業㗎。好啦，咁啊睇到咧係8支嘅中龍咧，亦都係已經向終點進發啦。咁我行埋去咧，見到奇異恩典咧，可能有啲宗教團體所組成嘅隊伍咧，係去得唔錯喎。啲士氣好啲係嘛？呢個萊斯物業亦都幾好啊嚇。咁嗱望埋咧，隔離拍住咧就係偉易達集團啊。咁大家拍住。咁另外咧一路湧上嚟啦。咁見到咧就係永隆銀行都去得幾好。咁反為咧就黃色啊，香港護士協會啦。咁同埋咧就一隻紅色旗啊。可豐中學校友會而家鏡頭都入唔到啊！咁呢班校友都幾難得㗎嚇，組翻支隊伍，因為可豐中學就喺梨木樹㗎，咁一個相當有名嘅屋邨學校。咁當年咧喺始創嘅時候咧，佢哋由陳昌立校長咧係帶領啦，咁好多好嘅老師，譬如體育主任陳巨賢等等咧，令到學校咧個學術氣氛啊、體育運動都相當好啊。咁但係咧，可能啲校友啊嘛，咁經過咗一段嘅時間，咁到今時今日咧都係即係個能力體能差啲啦嚇。不過唔緊要，佢哋自在參與聚翻啲校友嘅活動。幾好啊！好開心。好啦，喂，嗱，我哋睇翻前面啦。咁前面咧見到萊斯物業咧，三號兩股咧又幾犀利喎嚇。永隆銀行都唔錯啊。係啊，總之我喺度見到永隆銀行都幾犀利啊。係。佢啲獎好齊啊。同埋咧，亦都係頭先我哋成日都發覺嗰個老問題咧，因為佢哋分開得太遠啦。咁我哋咧唔可能咧第一時間咧係話到俾大家聽咧，佢邊隊咧確實領先幾多。咁如果你拍住咧，我哋都容易睇啲嚇。但係你睇佢哋啲健兒們咧，就個個都奮力應戰㗎。暫時就係 feel 到佢哋啲氣勢。好犀利啊！你一去投嗰啲嚇，呢個你留意喎，萊斯物業咧原來有個女仔做舵手嘅喎嚇。都要經過一段時間訓練啦，因為舵手係好重要啊。佢一定要擺個舵夠定啊！如果擺個舵唔定咧，嗰隻頂咧會向左向右傾㗎。咁同埋咧，因為佢哋嘅力發嘅時候咧，可能唔得平衡嘅時候咧，都可能一過程會向左或向右微微傾啦。咁舵手好重要啦，就要修正翻佢嗰個航道啊！好啦，哇！你睇萊斯物業啲都唔理啦，暫時真係萊斯物業領先㗎。暫時都係萊斯物業啊！隔離拍住㗎偉易達集團。偉易達都幾錯幾好喎，但係都落後咗成半隻企位啊！不過留意翻咧係永隆銀行咧下邊咧亦都係走緊上嚟啊！睇嚟咧永隆銀行咧同呢個萊斯物業咧係有惡鬥啦。哇！見到永隆銀行加快速度啊！可以犀利，冇錯啦！睇到永隆銀行咧係鬥呢個。哇！好緊張啊！又係頂住全部啊！永隆銀行冇錯。永隆銀行咧啱咧係贏咗1/3船位啊！力壓呢個萊斯物業。咁後邊咧而家先至再見到偉易達集團咧以第3名咧係過終點。後邊嘅艇咧就都一段嘅距離喎嚇。都爭好多個。係啊！而家先見到咧奇異恩典啦，過嚟啦。仲有咧奇異恩典之後咧就係周大福啦。